船上為咗愛情而逃離，翻嚟嘅時候，佢嘅戰鬥技巧同佢嘅美貌一樣咁完美。300多年喺中國南方嘅清朝，學童蛇嘅風格係由佛教修女銀梅發展出。同有效嘅原則，而唔係殘爭嘅力量。一個靚女混亂餐喺紅船上，為咗愛情而逃離你翻嚟嘅時候，壞嘅戰鬥技巧同佢嘅戰鬥。保持住重點係運動經濟。